所有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菜根谭里头呢有特别一段话，这么很简短的一段话，但是很有意思，很有内容，很有深度，又很有广度的做人道理告诉我们，非常让我们很敬佩。所以这一段简短的话呢，我们很受用。只要能够充分用在你的生活上面，啊，那就是说帮助是无穷无尽的，啊，对你来讲都是为一个很大的力量。各位，你看他说，用责备别人的心责备自己，责备别人啊，别人一定是有比如说毛病啊，有什么缺点啊。我们看了以后就是不顺眼呐，我们在责备的时候，那种话的语词表达呢，一定是很尖锐，很尖锐，而且绝对是过度的强求。我就是一定要你这样，就是要求你这样，各位对不对？我们对人责备，这种心呢，如果要是用来责备自己。我们在骂人啊，在指责别人啊，在要求别人的时候，把这样一个心来责备你自己，那我这样要求别人，我自己要先做到，我自己要做好。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要求你自己，能让自己越来越进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缺点越来越少了嘛，毛病也越来越改变了嘛，各位对不对？过去残暴啊、不讲理啊、蛮横啊，或者是这个人固执啊，做事不用脑筋啊，或者是很随便啊、很草率啊。那我每一次都在指责别人的毛病、缺点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很批评、很严厉的在指责、要求。但是如果用这种心来要求你自己的时候，那你慢慢的你自己的毛病也没有了。严谨的，非常严谨的，自我严格的要求我自己。如果用这种心来要求你自己，你的自己呢越来越进步，一定不断的向上提升。各位，一定慢慢的提升你的灵性呢，你的灵性会越来越干净，越进化，会越进化，就是你会越来越进步。毛病越来越少嘛，对不对？毛病会越来越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。我们平常自己有毛病，自己有缺失了，自己有什么过错，我们是好像不在意了。你问自己嘛，有什么关系嘛？就原谅嘛，经常就包容自己，原谅自己，宽恕嘛。那个心胸非常的宽大。那个恕就原谅，我能够原谅，用原谅自己的心，如果能够原谅别人的话，你让自己越来越慈悲，各位对不对啊？你想想，越来越慈悲，你把这个心，我们对自己是最好的了，对自己是最尊重的了，自己又怎么样没关系了自己呢，如果有什么毛病，哎呀无所谓吧，对，都原谅自己，我们也不会跟他斤斤计较。不会斤斤计较，因为为什么？自己嘛，就是自己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呢并不在意自己的毛病啊，自己缺点啊，不会再做原谅自己了，都宽恕自己。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来宽恕别人的话，也照样的原谅别人。哎呀，别人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因果关系。为什么那么笨？为什么他怀孕不好？为什么他学习的能力这么差？如果你用我们凡夫的心来看他，你当然一定会有分别，怎么有高有低，有好有坏你一定会有分别。但是你用佛心来看，用佛的心来看他会笨一点，他会学习慢一点，为什么他反应会迟钝一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前世的关系前世的因缘，那以现在的现有条件，你慢慢的调教他，有做多少算多少，尽量帮助他，关心他。各位，你用佛心来看，你什么都不会计较，你也不会生气，不会生气。你看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子出家人，他看到他的师兄弟反应太慢了，学习的能力又够差。跟他们讲，他就不听，不愿意接受，讲道理他也听不懂，他非常
了生气，每天就懊恼。有一天他就去了，要怎么办呢？他就到山上啊，就砍了一大堆的柴要回来。但刚好看到一个猴子，噔噔噔跳，猴子跳过来。猴子呢，因为每天都出去回来，那个猴子都出现，就跟他慢慢建立感情了。结果有一天，他看到这个猴子呢来啦，他也欢喜心了。结果他把他的毛巾擦汗的毛巾就掉在他那个柴火，好不容易拿来的那个干柴很干的那个木材，一大堆放在旁边。他把那个毛巾呢放在那上面，人呢就在旁边那个河里面去稍微冲一点凉，再洗把脸。没想到他就看到那个猴子就在旁边，就在那个毛巾的旁边。他告诉他：“嘿，猴子。”把我毛巾递过来，这样，那猴子呢就拿那个里面的那个木材拿一根拿起来，丢过去。他就笑，他这个小孩子这个法师就笑，哈！我叫你拿毛巾，你怎么拿错了呢？你怎么拿错了？然后就跟他讲说，毛巾是这个，一直把他比手画脚，告诉他，这个猴子呢，照样的又拿起来了，又拿那个木材，然后又丢给他，他又笑，哈哈，一直笑，拼命的笑。他回去的时候，他就跟那个师傅请教了，师傅我今天那个猴子真的够笨呢，真的够笨。我一直叫他说要拿毛巾，他都拿木材给我。他说：“那你会不会生气？”不会生气。说对呀，那你对你的师兄，为什么老是他没办法接受的时候，你马上就生气？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？因为他说，我师兄是个人呐，我也是人，我们人跟人沟通，他应该就是要这样。我呢，他是猴子是动物我讲他听不懂，那我认为是理所当然，所以我不在意我一直觉得好笑。他说你错了。因为你没有用佛心来看这个世界，因为猴子为什么他会笨？你教他好几次，他都拿错了。因为你要了解他是猴子，你用佛的心来看他，因为他前世的因果，所以你就不会苛求他，你不会计较他。那你对人呢？你没有用佛心来看他，所以你就特别苛刻、特别严厉的要求他做不到，你就生气，所以你才会懊恼啦。听懂没有？所以你们为什么很多人为什么学的能力为什么比较慢、比较迟钝、反应比较差？如果我们在教导的人用佛心、用佛的心，知道吗？用佛的心来看看大家你就马上关照人有因果嘛。人一定有前世因，才有这辈子的果报。每一个来历都不同，有的人当下马上就顿悟了，很多人就是笨，就是你怎么教都教不来为什么会讲？因为有因果嘛。所以，如果你用佛的心来关照，用佛的眼睛来看这个事情，你就很平淡说了解了，清楚了，不要计较。他能做到的只有这样。好，我们能原谅、包容他，所以能宽恕别人，能够宽恕别人。那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，宽恕自己，拿了心来宽恕别人，自己就会越来越慈悲，对不对啊？听懂没有？懂吗？很有道理。所以我们对任何众生的要求，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如你的希望，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标准，没有办法达到你自己所预期的理想，你要怎么办？用你的佛心来看这个问题，用佛的眼睛，慈悲善良来看待这个事情，自然就迎刃而解。什么事情都会很自然的，你自己也不会懊恼，自己不会生气，别人也不会增加很多的压力跟负担，对不对啊？听懂没有啊？所以我们开会法师住持都讲一句话：师父，我的资质只有这样，就是60分及格，我就很满意了。
你再要求我80分、90分，我完蛋了，我就躺下来了。你看，所以有的人他本身的心性只有这种情况，你过度的要求他，告诉你，隔几天你就看不到开会法师了。他老早啊，包那个所有的包包都已经打包捆好了，准备离家出走了。你要求他过度的，他受不了，他压力很大，他根本学不来，你没办法教他。那这样我们不是在救度众生，是怎么样啊？来，那你就浪费一个人才了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眼、佛的眼睛、佛的心来看到一切众生，那原谅自己，用这种心来原谅别人，好，自己就慈悲起来了。各位听懂没有啊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